咩物体就咩无客栈什么话？韩语明天到中农客栈什么话？高龙节，咩波熬住半天红，就照过咩波？高龙节。咩波熬住？咩波熬住半天红，走照滚咩波？咩波？等。可能这咩波熬住？应该是个金，高农间接，鸭子不间接。每波熬住半天红走照过咩波？等。可能间接咩波熬住半天红走照滚咩波等。可能间接就是观众俩 most important 观众俩 most important 间接咩波熬住半天红走照滚咩波滚咩波等间接就是 most important 观众俩间接可能间接咩波熬住半天红走照滚咩波等。有面结棍淹没中国，破窗面膜哪里见有？为主的本反带不清走标，能跟谁糟糕？
几多代车站，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龙龙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